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4月15拜三的客家新新闻，我是陈彦祖。当日的早晨9点半，客家新新闻都会伫明路巷带来了解武汉肺炎疫情的最新消息。今日近比一开始呢，我有一个消息会提醒大家的，就是讲呢，对近比意思，就会对4月15到4月17廿3日的期间，大家呢有早点呢去明路巷来主文一个 JML， 就是讲一个 JML 是名字2.0的天5倍。嘅明路主文呢，係對近比開始，相信朋友呢，啲廿幾年嘅時間呢，都係記得去上面登記哦。佢登記過後呢，咪話記得話去交錢張兩個多，即係沒有唔好唔記得咧。好，跟有關嘅疫情嘅情形發展呢，喺台灣嘅籌備中央指揮中心呢，又同大家公布一個好消息。誒，你看到蘋果日報，蘋果日報呢，當個有下定一個太人一隻數目字哦，意思呢就係講台灣呢啲籌備嘅時間呢，冇增加無新增加嘅一個武漢肺炎嘅確診案例，故咗呢也有暗號甚至呢，其實呢為一個蘋果日報呢，就講呢為來承蒙一條醫護人員，韓國有承蒙所有嘅民眾按配合，喺台灣嘅防疫，一下呢關係亂呢係有更加更好，一個疫情漸漸嘅有加緩嘅情形咯。來看呢新聞報道來了解籌備喺台灣情形嘅疫情發展。那今天是零確診，值得大家稍微高興一下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4公布國內冇新增加嘅案例，咪係對3年初9以來過嚟36年過後，再過單日冇確診嘅病例。指揮官陳時中講當歡喜，唔過講很係為當驚心。一則以喜嘛哈，我們當然希望它過了，不過我們還是都提高警覺。好，今天有確診零，我們當然很高興，但我沒有辦法，就是說他現在就已經那個。好，但我想說，我們就有一點小確幸嘛，哈。指揮中心嚟講，呢下國內393個確診案例度，有14個案例係境外4個案例親密接觸者，為到為提升防疫嘅效果。4月18開始，對澳門進台灣做居家檢疫嘅民眾，係講武漢呢有65歲以上嘅老人家，然係6歲以下嘅成年呢，還有慢性疾病嘅患者，武漢冇脫離檢封留衛生設備，做清多嘅攜帶風熱力管，就同結親台灣嘅風熱力管，未超過6000人檢封。那這屬於就是這也是誠實以報了啊，沒有誠實以報，而家裡面有另外的人哈，這樣的相關的人等的時候，好，那我們就會予以處分。疫情限制嘅技術，就係乜嘅CQ量增加，成年用嘅就係乜提示都有，家長未取到動態那同，指揮中心宣布，4月15開始，針對4到8歲以下成年用嘅就係乜開放到明路主溫，推出對拗長度8公分以下、發到12公分以下嘅就係乜，嗱經過統計有時鼓勵成年用嘅就係乜半提年買走，所以對4月23開始恢復16歲以下嘅成年，將做啲買成年用嘅就係乜來確保大家社會仲會到合適嘅就係乜。客家新聞網日前千米之台北報道。佢哋嗰個研究差唔多嗰個有36年，咪就係對3月初期過後，喺台灣呢，就個出現呢無新增加確診一個案例嘅情形咯，大家呢實在係同歡喜。不過呢，另外感謝就係一條辛苦嘅醫護人員，韓國有從一條啲環境方來小偷嘅化學品啊，一條阿邊個，韓國呢有啲海關啊，醫院嘅素材來同大家做檢疫嘅檢疫關，有按當年啲頭一線按上網來做好防疫，而家呢台灣民眾成怎麼辦法呢？冇數到太影響，係有辦法來維持從以前按用嘅成分進行活動檢查嘅條。佢針對按用消息呢，佢指揮官陳時中呢，佢就講到，其實講呢，台灣呢冇新增加確診呢，大家呢做得歡喜一下，不過呢還係做唔得太害太哦。然之後呢，一下後面以前還係動力開，故種呢一下防疫還係為繼續來加強，繼續來注意哦。你看到後面以前嘅部分哦，你看到呢一下啲美國嘅確診人數已經嚟到嘅，也係新增加人數哦。美國嘅新增加人數籌備呢，就要增加25000人哩按度。韓國有從意大利籌備嘅時間呢，沒有增加3100人哩。另外東洋從嘅沒有西班牙，沒增加差唔多有3045哩。也呢雖然講台灣嘅疫情關係嚟呢，漸漸嘅有加寬，韓國大體來講都係對境外細落來嘅。主要講呢，認真講一個。
下以前呢，睇啲係對境外勢落來，嗰種呢就有專家就有講嘅，亦係以前呢，亞台灣為做好呢，就係為防亦係以前對國外安尼見傳染來，嗰種呢啲邊境嘅防疫，韓國要從一下自家隔離、自家檢疫一啲防線，填出來老記顧好來用。佢啲作品呢，傳出一啲門口真係好消息過後呢，有當到嘅單位呢，就用家條嘅方式來慶祝，來表態家條嘅歡喜。你看到一啲係啲高雄嘅歡來飯店哦，家條啲飯店嘅當局呢，就用嘅40件嘅警方來品出一種安尼歡喜來同歡喜面哦，安尼少面歡喜來非常嘅歡喜，就係為慶祝喺台灣有啲疫情有開放嘅目前增加案例。然後呢，從喺啲台北嘅鹽山飯店，佢哋係用平時嘅方式來下出一啲 zero， 就係無確診人嘅意思，咩係？來表態家條嘅感通，家條嘅歡喜哦。幾趟都安陽消息，其實睇緊呢非常非常感通。唔過呢，好在還係有提醒嘅哦。就係講呢，今日同鄉親朋友講到嘅，一下國外疫情還係東嚴重，嗰種呢一啲自家檢疫、自家隔離一部分呢，指揮中心佢就有強調講，一部分家條絕對唔會變強鬆，聽說還會東嚴嘅咧來執行。韓國呢咪會針對高風險族群來控態起檢哦，為來做好相關嘅早期監測嘅措施。其中中研院有好早後面上，佢就有表示講哦，睇緊呢就見門講一下呢台灣疫情看起來有卡翻呢，佢係咪表示講，佢相關嘅邊境措施啊，相關嘅管制措施做得不用卡用到位，不用卡強鬆到麼？亦都好早就表示講，其實一下東南端哦。因為呢，就係講，或者一個新型冠狀病毒嘅威脅，一下呢係對世界各地呢進來影響台灣嘅。嗰種呢還係為同注意哦，嘅尤其係一下睇下清強嘅，就講，沙期都向假使有一條無症頭嘅患者，還係有可能會造成一個疫情喺台灣內部車開來。嗰種呢一部分還係為特別注意，特別來強心。提上睇下呢，雖然講呢一下台灣疫情上起看起來呢無像想象當中嘅按嚴重，不過睇下呢，佢出現時間呢，還係為記得為帶最咩啊，為保持社交距離，為做好自己防疫措施。稍來呢，再過來看到呢個自由時報有關疫情嘅相關消息咯。就講呢，一下台灣嘅防疫其實算係做到當好，因為最咩產量未開始提升呢，佢說台灣一下未有辦法來做最一名外交。你看到呢，台灣先前呢，留一個最咩再到外國去嘅時間呢，就有一個貨櫃當局有一個太嘅過去哦。如果你一下引起正面輕重要嘅，就係一個比行嘅部分呢。最講認真，台灣政府係請華航公司來留一個最咩再到國外去，認真講華航嘅英文呢係 China Airlines， 因為 China 可能會造成有當多國家就鬧到講，因為最咩係中國送本價條嘅，故數呢會唔記得也係台灣送本價條嘅，而家呢國內就有民眾就見要求講，一啲華航一啲 China 係咪為老減量嘅關係，就有按嘅爭議來看人哋新聞報道。廿報嘅台灣三萬座最唔外交，中華航空在最美希世界各國嘅世界，比較起哄下電嘅係 China Airlines， 最美貨機我輩雖然搭電台灣傾向一條絲同飛機，不過嗱一片係有華航企業，同為造成國際誤會，也聽說係對中國來嘅。上面有我們的國旗，有台灣 can help， 這樣子非常好。華航就不要湊熱鬧，旁邊還掛一個它的標誌，以至於弄成混淆。蘇振聰要求華航 China 一條絲，目前按清楚價條嘅台灣元素，華航沒回應，那麼執行佢搞運送醫療物資，冇得到貨主同意，冇進行送入現場，冇啲貨品行暫時公司企業，也國內面有人已經要求華航將出老名怪體。如果華航怪名涉及國際風險，有啲因為仲係國際民航組織 ICAO 同編轉中國，聽說為本人刁難。在國際民航組織在過去包含要求機場把台灣證明成中國台灣城，所以 ICAO 是一個比 WHO 更 pro China 的一個組織。那跟 ICAO 相關的東西一定會被刁難得更嚴重。長遠的華航改名，涉及航權及其他種種因素。也許不是那麼簡單，但應該讓我們國家的航空公司標誌台灣，這確實是應該要努力來做的事。
苏贞昌强调，也下先表现出台湾天数外国的表示係輕重要嘅，內發行外國面目，顯示層面動法，未會影響到國際風險，恐怕唔係以下係做咗為多嘅。不過有對洋啲原因為發行係國際民航公司，急定怪名顯示天數會檢測到真實問題，應該遵從發行同交通部嘅處理方式。記者陳崇明、毛德賢林志堅特別報道。也民間呢會有提出希望發行來改名嘅訴求呢，清楚要求講，因台灣政府韓國有所有嘅創傷，加上呢對公營設施就東沙門安尼蒙年蒙家來生產最沒有，故說呢因也下呢台灣有眾多民眾就唔希望講，有另外一個為勞到嘅最沒係不係中國送過去嘅，有啲公路呢會本中國搶去哦，故說就希望發行為來改名，我呢也按台嘅航空公司為來改名其實呢沒冇按改哦，故說呢啲籌備時間呢，一個行政總署鄭重呢，佢就有表示講嘅，佢講呢希望呢發行呢做一啲不一樣地方，比方到嘅一個有表現出台灣以上嘅一個標示啊，像係圖啊，還有有像詩安尼，就係為本全世界知道，因台灣係同中國冇相用嘅，還講呢尤其係希望講，睇下呢提供一個最尾係台灣送過去嘅，唔係中國送過去哦。唔過你針對一部分，其實呢交通部同發行一部分係係為面整啊，然後也改名呢為實現動到像係紅線啊，一條動到嘅問題，可能呢為事態前沒有可能會影響因台灣一個發行嘅權益，還有民眾嘅權益，嗰種一部分海外這個來進行討論咯。稍後呢，再過來看到中國時報，中國時報主要嚟關心經濟方面嘅消息咯。前主要呢就係講，正受到一個疫情嘅影響，一下呢有動到嘅產業，一下就嚟講係完全停通唔得咯，就像係做唔得出口啊，做唔得像係同美國來做生意，嗰種呢根本就目前好穿呢，根本一個成法就會強捱唔下去哦。就係講呢，一個中國時報佢就用嘅國際貨幣基金。組織的報道講，喺台灣嘅今年嘅經濟成長率有可能會變到-4%，降低4%度。前主要呢就係講，現全世界一下經濟呢都係無賣發展，完全都停通唔得咯。唔過呢，針對按用嘅部分，其實仲係行政院嘅主計處長，佢就有講到。一下呢，按算呢，其實台灣呢一個經濟成長率唔會像美國按算呢按大按差麼。建議嚟講，因台灣今年嘅 GDP 可能至少還會維持喺1.3%到1.8%之間，唔會變到像-4%度。不過呢，佢還係有啲報道都講呢，還係有用嘅那個美國研究來講哦，就講一下呢，全世界嘅失業率因受到疫情影響，有當當年都冇條路嘅。嗰種呢，一下全世界失業率可能會到4.4%，全世界損失呢，一個規模可能會到9兆美金按度，一部分呢係呢聽說會對台灣的經濟造成影響。嗰種呢，一下政府呢，咪係三萬提出動到嘅紓困啊、補助措施，就會希望呢，未來救一條企業務。然後呢，前面嘅時間呢，有一類有關防疫嘅情形消息，我同大家來做提醒哦。就係講，現陣第一波嘅指揮中心嘛，就有發現講，也呢有動到新增加嘅案例啊，加到喺啲居家檢疫、居家隔離嘅期間呢，喺部分防疫測未到嘅，嗰種呢，也呢指揮中心就決定我嚟加強相關嘅措施哦。就係講從下一步嘅。對新年18建議起司，咪就係對下禮拜6起司，假使呢，而係對歐洲、美洲、亞兩洲，就係講疫情較嚴重嘅所在轉來台灣嘅時節，亞國家呢有65歲以上嘅老人家，韓國有從6歲以下成年嘅，韓國呢從亞國家有慢性病嘅病人，就係講有老人家有成年嘅有病人嘅時節，一條高風險族群，咁唔假使轉到台灣嘅時節，唔就做唔得轉國家去咧，唔就天錯去係防疫旅館，第24年嘅時間，希望歡迎同步抗疫來保持距離，來保護家庭哦。韓國呢睇下一下呢就基本講，假使某週幾天來會用嘅來做咯。嘅指揮中心呢，佢就有強調嘅，就係講假使年底入來台灣嘅時節，唔好老是來下一條資料，佢可能呢會簽到會本人罰15萬元。佢一下呢個呢差唔多呢嘅防疫旅館呢數量大概含有6000間哦，佢一下使用量差唔多將用嘅3分3邊呢，嗰種呢從一下當年轉
来台湾的民众都望到1003年抢几百人天天，睇緊嘅假使我去系一啲防疫旅館，以下看起來呢數量應該係由來。加上呢民眾有時要呢都做啲掃描去查，以下有動到嘅防疫旅館，都留假嘅資料，變到網絡空氣嘅，也看起來呢有像一個動有名嘅萬斯泰飯店哦，還有有像一個 X Hotel， 啲動有名嘅飯店都有配合政府嘅防疫來做防疫旅館，其他也有時要都做啲自家掃描去查。以上呢就眼見俾同大家整理嘅新聞重點，都係下週時節，請大家繼續來收聽，客家新新聞來關心眼見俾台灣進行嘅疫情發展。